好啦，而家我哋望出去咧，見到咧，就係26場次嘅社團組銀杯複賽嘅第一場。嗱，亦都係頭3名可以直接進入去我哋嘅銀杯複賽銀杯嘅決賽嘅。我哋嘅主席郭譚峰，嚟一嚟我哋司令台，唔該。已經開賽嘅係第26場嘅社團組銀杯複賽第1場啊，有第1線嘅勝利之友體育會，2線柴灣新力龍，3線嘅香港戰藝會龍舟隊，4線同義龍，5線嘅南盛行同埋6線嘅萬匯尖峰龍㗎。稍為領先嘅呢，應該係着住粉紅色彩衣熒光彩衣嘅1號線嘅勝利之友體育會。咁中間呢，就3號龍嘅戰藝會呢，而家係微帶出。5號龍嘅南盛行呢，就拍住喺呢個戰藝會隔離嘅啫。咁啊3號呢，越帶越前啦，戰藝會準備衝刺。咁啊1號龍同埋4號龍呢。